1985年第一次喺各國鬼佬面前做一隻招牌豉油雞，第一次獲封 Chicken Daughter。1993年，我將個招牌豉油雞升級再升級，連續3年打敗廣東所有雞檔雞佬，從此江湖奠定魔鬼雞肉人啊！招牌豉油雞上菜，好劈劈送給你啊！雞嘅百科全書第2章第4篇豉油雞開波。我睇翻啲評論區啊，有粉絲建議話我80幾年食有少少帶血，脂肪雞皮透明嘅呈金黃色，食起上嚟咧口感嫩滑，嗰啲鹹味咧好上癮喎，仲有少少淡淡嘅草藥味。而家揾唔到啦，其實咪豉油雞咯，一睇知你冇好學啦。嗱，以前咧啲雞係自己養嘅，雞好啊，調料簡單單，有豉油有糖就得啦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同大家講下啲雞咧可以乾開水嘅，調料係。嗱，同大家講下雞咧，翻嚟屋企咧要檢查下裏邊有冇肺。如果裏邊嘅內籠咧有肺咧，就啲雞好煮極都唔熟噶啦。咁雞肺內臟清乾淨咧，咁我哋先處理下一步啊。咁我講調味啦，呢啲草果嚟噶，屋企啲小藥材咧實有嘅，佢試人執啲翻嚟，放幾年都唔怕，簡簡單單做出嚟肯定比出邊好食。前提就係你要跟住樂哥做咯，係噃。樂哥教你一個小白都變成大取嘅簡單嘅操作，唔用焦糖啦今日，就補多個冰面糖。我哋俾少油啦，嗱呢個油咧唔需要太多嘅，目的咧就係爆香啲料啊。之後咧倒埋呢啲我哋嘅香料嚟啦，香料輕爆爆咧又係出味嘅喎。之後咧俾翻1兩米酒落去，嗱米酒一煮嘅時候揮發酒氣，唔會走架㗎，放心呢點。然後加下斤2水落去，然後將生抽倒落去。今日樂哥唔用焦糖，就用老抽自然嘅顏色。主打就一個屋企有乜嘢就攞咩煮。之後冰片糖啊，將呢啲嘢燒滾咗去啊。哦，已經聞到淡淡嘅豉油香味同啲藥材香味啊！一缺嘅就係靚雞啦，啲毛啊，冇毛雞我唔食㗎。好，放落啦，慢火3分鐘，咁樣就已經係配方嚟嘅，細佬。啲酒揮發好香而家。嗱，呢個時間咧，攞部手機睇下有冇遊戲打啊，咁啊冚蓋。這是你打什麼遊戲啊？我哋打一個徐光興，大家都中意玩。慢慢火15分鐘之後咧，我哋反一反佢啊，咁兩邊都受味，兩邊都靚啲㗎。嗱，呢個過程咧。嗰啲豉油水咧，慢慢就會變濃稠啦。一般咧30到35分鐘，呢隻豉油雞就得㗎啦。豉油雞嗰個味道家家可能唔同，但係按我樂哥嘅視頻咧，你簡單操作有味啊，絕對穩陣。再冚蓋，細火再15分鐘，呢度已經係30分鐘啦。最後咧開慢少火，收汁下等嗰啲汁等濃稠啲啊。哇！嗱呢個時候咧放啲秘製落啦，美極鮮醬油，你聞啊？我哋放埋落啊，直到一步，成個豉油雞先達到質變啊！呢隻雞啊，無論大人細路仔都話 very good 啊！哇！啲皮係咪棕紅色啊？啲油係咪黃色啊？呢個咪有70、80年代細路仔食嘅豉油雞咯，香濃美味，豉香味足，爽滑甘香，滿口幸福感。學好呢道菜，自己屋企做。張作業翻去評論區，我封你一個雞頭到底。嗱，好似有朋友講嘅，你印象中嘅豉油雞，今日樂哥交唔交得作業啊？你嘅心目中有咩難忘嘅菜？樂哥盡心盡力幫你解決佢。